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30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首先来关心今仔日有啥物新闻重点？拜三开始，中南部水气卖较增加。新闻头家先来关心风台卡努，伫今仔下晡已经变作中度风台。明仔载后日2天，台湾的北部拢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会开始落雨。到拜三开始，西南气流嘛影响到中南部，水气会变较高。目前风台杜苏芮已经架起中国啊咱东流线的船帮暂停施工了后，今仔日又阁有真侪游客去咧排队，等要坐船去小琉球。受杜苏芮外围环流影响，东流线停驶施工了后，总算阁恢复。早起人是摆甲长乐路看无到尾流，拢是要去小琉球的游客。刚好遇到台风嘛，就突然这样，然后全部都延后一天这样。我已经延了3次了，我就跟他拼了，就一定要过去就对了。码头边啊，要咧清理风台过境了后的物件，也未少民生物资，准备要运去小琉球。航运业者评估用完了后，决定搁恢复来驶，按过船内乘客也是应感受到海价真明显。今天评估下来，浪高1.5公尺是适合开航。那因为前面有停航4天，所以基本上要来玩的游客都已经选择改期或者是延期。真是看今日有人真啊看因为不知洗，我都已经无。第6号风台卡努伫30下晡增强成做中度风台。8月7日通过琉球群岛了后，伫东海中港口这所在接近，伫车子离台湾上近，宣布付款有果卡到台湾本岛纪录保全。不过卡努车子车衫可能带动西南气流的发展，为中南部地区带来较侪水汽。受到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在周2的话，主要的雨区主要是在偏向在北部地区，然后再来是南部地区。随着台风慢慢的往东海这边靠近，风向上在周3会慢慢转为比较偏西南风，所以周3的话，主要的降雨的区域会比较偏向在中南部地区。杜苏芮前卡才多走，赛去卡努个别挖近台湾，不过西南气流所带来水汽偌济，都要看卡努未来北挖的角度加走向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的总统选战，民进党的赖清德今仔日参加全国特务团体后援会成立大会，有提出3大目标，要来提升农产品的安全甲产值等等。民众党的郭文哲今仔日嘛落南讲，伊过去敢若顾台北，未来一定要照顾全台湾。那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仔日出发去美国访问，外界认为这是和明仔载要出去访问日本的国民党的好友谊在拼场。看口号展现气势，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39假期参加全国特务团体后援会成立大会，提出幸福农业3大目标，要提升农产品安全和产值，推动全农产业，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每一项特务对台湾来讲拢足重要，未来我拢会非常重视各位产品安全、农民赚钱。来提高农民的收入。积极争取选票，民众党郭文哲落南彰化参加庇护工厂联合总会市集开幕，讲到庇护工厂在不平衡资源分配甲相关发展者问题。伊表示，过去伊敢能照顾台北，未来伊当选总统要照顾全台。因为我当时是当台北市长，所以只能顾好台北。你让我当总统就顾好全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自到彰化宝岛电安宫拜拜，郭天过工也伫议场食点林陪伴之下，到电安宫拜拜，两人巧妙避开。郭台铭34去南投参加全国夜社风绕境活动，佮有个要去美国访问，将台湾的主流名气带去美国，甲比起日本访问的好友谊，拼场意味真高。我今仔下晡就要去美国，美国人讲，阮爱和平，不爱战争。我10天以后我会转来我伫机场有记者会大家报告。期间会拜访日本国会议员、侨界人士，也会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期间的所有行程，我们都会尊重双方的共识以及安排。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31日要访问日本，风声要甲前日本首相麻生太郎见面。经过了解，除了重视代志友好以外，也要对外国媒体关注两岸议题，各讲伊的立场。记者综合报道。咱即马赛车、骑车，若无让人先行过大路，就要罚6000块。
不过伫咧台北内湖，所有人行过大路时阵，也是去互压着。另外，伫咧新北南口是有民众骑车雄雄停落来，要让人过车路，所无张伫去后壁来奥多摆弄落去。车动起来停伫自画线，互过路人先通过。后壁骑车的人骑伤紧，袂发动，就按弄到头前的车。三个人就按刹车倒伫涂骹，清青衫的过路人才讲起。2部机车驾驶皆轻微受伤，无生命危险。双方驾驶均酒测，无酒驾刑事。车祸发生伫新北市泰山区，有转移着4位庙事下泰山岩头前。这4名55岁骑车的人，离到早起9点外，骑车无保持安全距离，对后壁去弄到头前的车造成事故，相关罚款1000块。要过骑伫头前的车雄雄动落来，这是不是算危险驾驶嘞？没有突发状况，然后任意的骤然减速或刹车的这种情况，才会构成所谓的危险驾车。有要停让行人这个情形，那是做一个刹车的动作，是不会有所谓触犯危险驾车的这个罚则。现场无车红灯，车真多，通过爱过看时机，因为免让过路人过，雄雄动起来。警方讲，头前的车是无违法。除了这事件以外，过路人的地价也受案例。伫台北市内湖有民众过大路，连续也是有开车的人抢紧，险甲弄到。对警察署统计，5月甲6月中间2个月来，路口歪停让过路人全台就有将近4万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捷运，昨有2个民众伫车厢撞出撞入，哭哭撞咧耍团结，其他的民众看到拢感觉真危险。高雄捷运表示，伫车厢伫柜台咧耍，也是主动关车门，上这是会当罚到7500块，而且爱互赶落车。徛伫车门边的查甫囡仔，等高捷到桥头糖厂站，随冲落去，走到另外一个车厢门口，紧冲起来，结果把手机交互另外一个查甫囡仔，相款是安尼做。这代志发生伫2九，2个人接力的做法，互乘客看到是害头，甲鸦片铺上网。不建议啊，因为毕竟这是大众交通工具啊。不是有点是非常危险吧？这个又不是游乐场所，对啊，而且是在那种交通的一个大众运输工具上，我觉得不好，非常的不好。乘客大部分认为这行为无好，因为是发生伫人较多的车站，捷运到站开关门的时间只有大约15秒，走来走去，若影响其他乘客出入，也可能因为弄到人，也是有车门夹到，造成这捷运车班来延误。这2位旅客初步看起来违反大众捷运法第50条，在月台嬉戏，影响作业秩序及可能妨碍车门关闭。如若劝阻不听，可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7500元以下之罚锾，并可以拒绝运送。高捷表示，虽然无接到通报，不过伫车厢甲柜台安尼咧算，可能影响捷运行车安全。若掠到人，会使依照大众捷运法来裁罚，也提醒民众莫安尼学，以免犯法，佮影响乘客甲行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要扩大东区的人行道，推动行路专区。柳公公园周边有真百个乌多摆的车位，拢爱划掉撤销。就有民众表示，这原地就真歹停车，安尼是愈无方便。安那市府是回应讲，有伫附近规划新的车位，行5分钟就会到。无论是平常时或者是假日，台北市东区拢是有不少人伫遮踅街买物件，人真多。不过，即马市府为进行刘公公园绿廊工程，31开始清除周边95个机车停车格，甲3新种机车停车格。我绕了2圈都找不到车位，我就一直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车位。那这附近就已经够难停了，而且这里人潮又那么多。常常出入东区的人烦恼停车位更较歹找。台北市府规划除了绿公公园后边机车停车格涂销以外，U-Bike 站点也会刷走。目前双向车道会改造单侧车道，都是要清出空间，让过路人来行。搁伫市民大道4段附近，也就是行路5分钟的巷仔内，增加机车停车格。对安尼改变，当地里长讲，居民也是有无同款的想法。这个替代的地点是市民大道64之1号巷旁里面大概已经有规划实施期。那下半年市民大道在68巷到101巷之间的路边我们也会在规划一些适量的机车停车格。住在这里的居民是说，因为假日的车潮非常多，也造成人行危险，包含这边的周年庆。
那他们是倾向于是支持这一块的。那在附近上班族还有部分少数的居民是持反对的。市府表示，为营造好的行路甲相关环境，民众开车、骑车以外，也鼓励利用积分进入相关，应维持好的行路品质，应减少噪音、空气污染。这工程会在明年2月完工。记者综合报道。当在加拿大嘛咧举办世界竞销运动会，咱的代表队已经摕到3块金牌、4块银牌好成绩。不过，即马所传出讲，咱警政署的官员家己阻挡消防员举咱的国旗。警政署是回应讲，是按照奥运的模式提醒大家唔通提国旗。不过，这是引起咱国内大量的批评。内政部长林佑昌嘛赶紧表示，强调去比赛当然会当举国旗，唔免顾虑。警消人员动员出国去比赛，延过到开幕会场，各界人就是起冲突。愈讲愈激动，气氛变真歹。比赛进前起冲突，全部拢是因为这件代志。原来有消防员家己出钱，用家己的假期陪加拿大参加世界竞销运动会，也家己设计团服。有台湾导游的理由，游行活动出发进前，就互警政署带队的长官关切。伫提出国旗了后，双方更加引导进会。当地的侨民跟当地的民众都是非常热烈欢迎，看到我们的国旗都是很开心。结果中国队不在现场，就阻止我们拿国旗的居然是警政署的官员。指挥的消防员这期经警署调查，一再提奥会模式做借口，将国旗当作违禁品伫查缉，讲这根本是自我矮化。随后也写批问这主办单位，各国的旗拢无被禁止。而警政署是安尼回应讲，基于善意的提醒，避免咱运动员的权益去受到影响。是我们跟加拿大的主办方事前的一个协调的一个默契。那我们智慧参赛的消防同仁可能不了解这个过程，说明的过程中让同仁产生误解。主动提出国旗消息传登的台湾，和警政署的编册有真侪民众伫批评。内政部长林佑昌随即表示，强调比赛时免顾虑，应提出国旗。就连世界竞销运动会，官方 IG 也发文分享，咱代表团一行人伫机场提国旗，大家斗阵翕相的相片。这摆国际竞销比赛，咱代表团已经夺下3金4银的好成绩。就伫这个事件发生了后，咱参赛选手也满国旗就台来领奖。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镜头换来看泰国，有一个咧城镇的烟火仓库，敢若是施工的时阵引发爆炸，附近500公尺以内厝拢总受到破坏，规模是真惊人，至少有9个人死亡，118个人受伤。灰色的烟雾向天顶冲去，可以当听到烟火一直爆炸的声音。外景镜头的车辆真明显受到爆炸威力影响，已经变形。泰国南部那拉提瓦府离岛发生烟火仓库爆炸，威力真惊人。唔那仓库的建筑甲厝顶绑起，附近500公尺以内徛家马后爆炸冲击毁损。外国媒体美联社报道，这个爆炸发生在当地下晡3点多，技术是工人在建筑内底施工的时阵，甲钢材拍电锯起来的时阵发生问题，碰到边仔储存的烟火引起爆炸，造成有500多间徛家受损，其中200间毁损严重，影响人数达到数千人，还有真侪人死伤。爆炸了后，引发的大火嘛一度拖烧到接近泰国甲马来西亚的边境城市双溪角落。好在暂时大火已经得到控制，因为有超过100人受伤。当地政府除了紧急甲伤患送病院以外，嘛着是动员军队协助转移差不多500名到800名的居民到临时的避难所。当时阵嘛做现场清理。公司新闻台上朋友。当来关心国内风台度数瑞虽然无登陆台湾岛，不过嘛是互咱家己沿海的蚵仔损失真严重。家己官府今仔日就去东石了解实际损失的状况，看敢会当甲渔民斗请救助。哦，咱比吧，都没有渡了，没有那个排白的了。
哦，鹅笼甲早时啊收倒来，蚵仔现破开来看，拢讲蚵仔着生惊，所以拢吐了啊。除了蚵仔受影响以外，有的鱼竿阁因为乌边仔互硬拍倒来，所有的鱼船拢掉咧，唔敢来叮当。8、9成绝对有啦，哦，嘿啦，这道有足食来咧啦，看下政府会使补助一下未啊？这拢只白鹅边，白鹅边，都有人我新的，有人新的有啦，拢拍开啊，哦，拢拍开。为着要了解家己县沿海饲蚵仔产业的损失，渔业署长30中昼嘛专工落南来会勘，李伟蔡义有指出，渔民除了希望有低利率的贷款，嘛希望气象局有部限制出海的命令，应该爱参考实际上的风影。每一路上只损失到120万啦，因为两工啦，2工风台26、27，拢风平影平啊。结果讲阮袂使去收蚵啊，我感觉阮遮蚵民的孙毋知要安怎讲啦。阮这个饼啊一饼加起来通常得来3万啦。但是即马就是因为这灾害，咱渔业署是讲伊这标准是6000，阮的建议啦。建议是讲，会可会使提高到1万。今日有咧讲到讲，是毋是会使提供低利贷款互因尽速来恢复富养恢复这个生产部分这个部分阮会马上进行研议家己县渔业科表示，目前因为外海风影阁真大，无法度出海实际调查损害的状况，暗算上紧的伫30日下晡向中央来汇报损害的统计，赶紧来协助渔民申请灾害救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即马学生囡仔晓热国家铁道博物馆筹备处伫甲母语团体做会举办坐火车好佚佗的活动，用台语来互囡仔了解火车的知识。火车行到伊头阿妈伊头手，哎呦蹦堂来。火车顶悬老师带囡仔拿唱台语歌谣、拿比动作，看起来是真古锥。这营队的活动包几台区间车，而且佮用本土的语言做主题。用最趣味的方式来接触台语，尤其第一节车厢，伊的设定是全台语的，所以阮嘛是希望讲，伫活动内底，阮用全台语。虽然讲，大部分的囡仔其实是无啥听有，毋过因为阮有教图，佮有教动作，听无的囡仔伊嘛会当对咧听、对咧唱，对因来讲会是足趣味的。来参加的家长和囡仔是表示，这个活动是真趣味，通咱学台语拿耍。感觉啥物部分上趣味？唱歌。你唱啥物歌？火车行来溜人啊！会当出来佚佗真好啊！礼拜日带囡仔出来佚佗啊，佫会当练台语，就感觉这个活动真好。主办单位指出，这届的活动每一个车厢都找一间教室，替无同的年岁设计无同的课程。希望大家会当透过这个过程来。加熟悉咱的铁道的这个知识甲文化，因为咱即马足侪民众住伫都市，毋捌坐过火车，所以阮希望利用这道的机会，带大家人来亲近咱的火车。即马晓热会有侪侪单位举办活动，透过坐火车来认捌更较侪火车的台语词，对参加的民众来讲是一个全新的体验。记者柯家选庄水由家人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26度到34度，外岛地区是26度到33度，还佫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下暗新闻，我是陈雅纯。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铺，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